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熟了，哎，有注意啊！来，走，一闪一闪。哦，诚意不够了，季彤。对啊。还有一关。还有啊？还有啊！你呀，结婚啊只有一次，所以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有多么爱佳音姐。哎呀，太常供出来，供出来，还能供出来？供出来！我啦，对啊，应该啦。来，佳音，爱恩。太小声了，听不到了。不是班的呀，给我太长，跪吧啊！佳音，爱恩。有糖豆了，糖豆啦！太上台了啊！太上台！加油！佳音，爱恩听到了！真的耶！好了，先暂时放过你们。好，里面请。哇哦，佳音今年哦，真金铜奖呢！是我就这样。不要咖喱，人也是同性啊，变手有用啊。今天很冬天。放心啦。妹，我们就改了。有钱买的。其实差不多了，准备抽吃饭了哈。几时到了呀？先处理了。妹，我。感谢妈妈养育之恩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
对新员工有好法。爷亮啥？以后要互相包容，互相体谅，对吗？轻松以后嘞，我就话阿妹啊。阿妹，妹好好做不起噶，假师傅较太忙的话，记得要来台语讲哦。阿妹，唔是说话，很两副卡带两群，然后成天带家人做来啊。唔呀哈，唔咩笑只妹，你多只来啊。东哥，家人就万事百通哈。爱弟。卡司机，听水下跌得嘞。哎，你懂奇怪呢，又没虫的东西。看一下啦。哎，你跟形容安尼啊，真无良心，那平常对伊要同好呢。没虫啊，奇怪。哦，听水下啦，身体都奇怪呢。好，你出题哦，算有良心。首选食堂。素线水头是那点咩？你来看啊。看嘛该啊！也可能来你冲绳你个，嘿你个对数哎。哎，你看你讲法哈，无等于讲过，有精神上有进步啊，韩国人迄漏点呢，迄种点咩唔是强啦。哎呦，讲完久了哦，就你也去发最终研发啦。最终研发哦，人记得爱你，麻烦奖金一包啦，实实啦。哎，个谁来研？系啲啊，咁个当冲呢？冇一冲啊，看。咪跟冇一冲哦，很激高。哎，我做电话。拜托啊，掉落你的奖金我团成点嘛？所以以后咱老娘没讲。点有嘅状况太最近好，难怪马文受有时过的事。今日你先出来看饭嘛？哦，快点快点，也好小心动作，你注意健康到呀，啊小心开门见吼，一定会问条噶，风风讲讲啦。首选食堂开幕酬宾，2人同行，8折优惠哦！哇，哇，这不错哎。苏米啊，
那看嘛个看到英俊啊。阿 Q， 你看，两人同行8折优惠，我们一起去试看看，好不好啊？唔好啦。哦，怎么改啊？看起来很不错啊。嘛该很不错嘞。啊，咱讲啊，亚球爱啊，无可能背叛美满楼啦，该哦，会背叛加持呀。哎呦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只是去吃看看，新鲜好玩而已呀。嘎子又不会在意。嘛该不会在意。啊，咱讲啊，穷人做唔得。阿 Q， 你真的很戏弄劲呢，去吃一次也不行哦。你放心啊，你看这个什么首选食堂啊，他绝对不是美满楼的对手啦。所以啊，你看他才会用这种打折的方式来招揽客人上门呐。你咧底下用呀？其他这种话你来招式啊，来招揽客人呐。该你啊，要上当呀。莫罚个冤枉钱好吗？我就知道，阿 Q 哦，心里面就只有嘉瑶大姐。可惜啦，再怎么牺牲也没有用，就是得不到嘉瑶大姐的心。我最低啊！啊，我讲啊，骗人啊！这猪头啦！哎呦，不去就不去嘛，干嘛那边猪头？那到时候去的人不就都是猪头了吗？我唔做啦，骗人全部都是猪头啦，听到冇？哎呦，真希望嘉瑶大姐看到这一幕，看我阿 Q 多么的 man 呐！小春，你强吹臭痛路诶，一点仔就无车用会身咯。哦，好啦，那下摆一定要过真啦。开幕今日一定有问题解决满意。对啊，你喺唐也喺吹瓜，飞下球，你唐案度人还会捞到喺出唐诶。你出副瓜真诶，顺方嘅道标就会批了，按样看起来还像人生啦。哦，好啦，我要较注意到的。你康药食看也是好看，问题係面都根本就冇一批嘛。康药青葱叶味，就康药面还有火嘅特色。哦，好啦，下摆我一定要较注意到的啦。小陈，唔係都御花園待過誒，我相信但唱係按樣嘅材料，你就會開裝誒，唔假使咩上萬大嘅話，你要用嚟慢慢嚟變咯。其實我是都米滿了，根本就無咁厲害啊。唔但像迄命上太天天啊，其實做出來的所以還沒差唔多。咁係？我講嘅全部都真經的啊。米滿了的太妹，頭擺人係同事啊。我說過佢煮的菜，沒看過佢料理的方法。佢煮豆上作當的菜，一時的特色都冇啊。就像迄一般不卡沒煮的菜咁樣啊。阿妹嘅米湯，就係米滿了嘅特色。小陳，我問，你做伊個廚師，你出的菜好本人他滿意，也係你自家做了歡喜。當然本人他滿意啊。假使係同樣嘅問題來問米滿了，唔得不得同樣嘅答案吼。當然哦，愛自家歡喜最重要啊！迄個自家無歡喜，安尼會做得一艱苦呢吼。錯啦，自家歡喜較重要哈。不過你做出來的菜哦，你那個食了無滿意啊，安尼全堂唔是虧阿姨嘅，關門了。安尼就係人下愛滿意最重要。
哦，也要变人哈，满意最重要了。人家跟人当奇怪呢，全部坚持一家呀。啊，你这坚持就冇。人行啊，满意啊，是重要冇错。不过这个要防疫没重要啊，什么？我知道两方面全部会顾到，总是先一种啊。师傅，人係做乜強用了？哎，唔好講，只做要偷一張啊！哎，唔好時候俾人怪啊！特別係唔做嘛，唔好按頭髮，錯冇？我講請做嚟偷一張，唔做嘛皮行啊！以後吼，盡做堅持自家嘅想法，錯冇？對哦，阿玲哥，你有冇好點嚟問嘅事情咯？哦，主哦，了後迄特別學校哦，佮先上門的啦，佮我咧整理資料家下，用幫我去上到啊。韓國哦，我佮不會當中寫的啦，平衡為重，缺一不可。你看，師傅，了後準備有是我主聽2種那個好徒弟耶。我看哦，你哦，迄豐盈谄媚，缺一不可啊。因為多安哦，就都個拍馬屁。學校嘅先生又會問那種冇營養嘅問題啊，有乜個意義？哎，有乜冇意義啊？係老人講啦，人家討論唔係講人做出嚟菜一本人學生，錯冇？唔過呢，人做出家一個冇一隻歡喜嘅心哦，做出來嘅菜啊，一定真難食。故說吼，一隻好嘅師傅對做出嘅熱情、堅持，韓國吼一定要本人學識了好食嘅決心。了打對台嘅，唔用我哋人家一團面板就打對台咯，啊？上就啲咧啊，強用喺客家傳統，要開按權，困就啲咧咩？師傅啊，我知道一擺哦，假實是講咧當衝嘅，唔過吼，原本在國土上啊，唔看，你下開客家傳統嘅人啊，一上客家菜就上咧你面板咧，表示你菜好食啦，錯冇？大家好，怎麼讓你當作去聽人啊？唔過假自己啊，你下吼你都唔是食啊，因為米飯料呢有師傅還有愛菜，嘿嘿，冇問題。有啊沒菜，米飯料嘅實力哦，我當然放心啊。問題哦就係你啦，有你哦都會扯後腿，就會追太嘅問題。好嘞啦，哦，一20幾個炒眼耳光都攏死嘅喎，一無形象嘅阿坤啊，數學是同樣。我話知道吼，客家菜越來越多人吼，按照燒，你真好啊！睇只做大餅啊，跟冇嘛佢講疏通一下，拿什麼？來，同學哦，安子食。哎呦，咩等下？阿妹，一份無所謂地杯表買嘅東西啊，係唔係不得不切東西是咧？身體會有問題冇啊？嘛該不得不切哈，你唔頂人這麼亂講法。我當迄中藥店係人夾嘅呢，你咩愛心口，我要偷佢係冇？阿妹，你唔係嘅事，你說地杯表不？我插佢啦，插佢。你嘛哈？喂，你要做乜噶？開天山揾嘢啊！做唔得，同唔同財天山啊？啲人都用架山咯啊！生意咯。嘛該都唔抵啊！流汗哦！阿妹，你是來了，這個老咗好啦。阿妹，我按樣唔好看啊，假如唔係生人嘅。嘛該唔好看啊！對我嚟講，就全部係生人嘅啦。我相信佢嘛該唔錯下。奇怪呢嚇，有冇偷心球變到神經啊？我煮飯呢，冇人講啊！阿妹，我等下你聽數。唔是啦，實啉咗嘅啦，我而家已經做好嚟啦，嗬。大姨啊，唔好在意啊，阿妹就會按樣，有媽講嘛該。那啲啦，阿妹從細就照顧我，那啲阿妹係隻好人啦。你一份講起來已難受咯。係真人都難受。一條廠房哦，還有天鋪啊，全部都已經好嘅。哦，地都幾件咧？哦，地都幾件哦，踩死咧，聽講牛喺面來數面啊。
哎，明脚到了，冇付唔差。哦，好，冇問題啊。還有吼，迄度結果問題有哪無吼？前後呢幾排嘅全部都要下，會下好看啦。哦。關有幾片啊？哦，好，冇問題啊。聽過以後，我做面來做。嗯。我會。一邊，頭家邊。然後迄傳統嘅美女，你看做得冇？按樣看下去，應該差唔多嘅。小陳，你博嘅本辛苦了。唔好嚟講啦，應該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我繼續等下行到嘅，冇開冇經驗啊，喺要買個茶台發就唔好。哦，一點吼，唔做唔放心啦，我一定要等下行到嘅啦。今日跟銀行哦，一起平鬆，幾多呢？我要見。快點，家姐。世上掉一條你下。係死啦！咩啊？剛才見過個新開傳堂哦，我看見條生意當好呢，講埋開幕打折啦，大家都意思是咧，我到市場拄到個賣豬肉嘅頭家啦，佢兩公婆講係什麼個5星級嘅料理啊，路邊攤嘅價格啊。啊，你有冇去試看哪喏？我哋嗰邊有冇很啱事呀？冇啦，剛剛我送阿師哦，見過嗰間新開傳堂哦，我想講哦，嗰度兩條講下啦。什麼你嘅關心啦？啊，幾條係幾條啊？老米滿了有冇關係呀？好啦，我去望下你哦。那是吧，冇事啦。假如本來就按樣過去，最啱啱啊，冇表示我度嚇。萬兒冇關係啦，我哋假如就按樣嘅啦。我想講，啲冇媽嗌哦，係咱唔關哦。你啊，就唔好講後堂嘅話啦。所以假如還冇人講嚇。冇關係啦，我相信哦，有嘢咯，叫我點愛好啦，係會加入。你按上就親好嚇。好。你啥匆忙了？過來坐啊，坐定啦。你咪認為佢咪生意冇好，人哋嚟食啊？剛剛對人哋啲米飯了冇信心。唔係啦，阿媽姐。阿同個，不用客強送到嘅。我同人講，人啊全部通用啦，喺新開間店啊，極點嘅上去20塊講好什麼？只要係米飯流出來，我做得好食，我相信人啊當家就會出來。阿係講首選食堂做嘅菜乜嘢好食喏？嗰就表示人哋大病啊，米飯流出來，更加愛調味愛改變啊。
其实我知道有竞争，安样要进好一只方法来种，他这个将会努力进步达标。阿曼是，你的想法真乐观呢，我上来到上通。个小人嘅同中人全部咩重要，係嘛？每陣嘢遇到哪個困難，全部會克服，所以係你要達標啊！唔是笑啊，我笑啊。不吵。张天你听听吼，生理转好啦。啊，莫欢喜到听做，上看啊，根本现场的天热咧，你又发按到宣传费，又派2-3日来就大白菜来发通，他干嘛一天上我来试试看哪里啊？往后啊，张个设立的开始。平安设立吼，一定唔会输跟其他传堂的啊。有心是会亲好啦，不过千万莫叫我点都不失败。哦，我知啦。哦，错啦，拿了的清单拿来，我对看啊。哈，头家，一定要压对的嘛。娘诶，有嘛问题嘿？唔免啦，我是想讲吼，近比天热快点天，跟然后又按度又按摩汗，骨素又都会忝的。啊，在加上之前准备开幕的事情，最近又都会忝的啊。好啦，我也注意拿。头家。我投资很多钱开船堂，就会为到赚钱。我希望我所有员工做人来穷下大饼。假使吃到做了分析动忝的话，我哈做对人来讲，我要做得加加去请你。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头家，我吼唔会忝啦，体力上吼，我一天冇问题啦，唔使讲有事的吼，我忝的张里面冇问题啦。用的纯生米，金币用太多啊。哦，近比大部分的人客只有点拍加草用，不是用太多啊。嘿你啊，俺叫冇看到。对啊，叫冇看到。你觉得你啊？喊错点啦。我应该哦，要请时间做去御花园，看睇解一下这样错。来无伫御花园做。啊？你老条路辞退了哦？娘啦，你唔系做到以后呀？唔伫遐附近的水机有开一间手显食堂。我伫啊。我一定给他做主厨。真紧哦！安尼讲起来，我恭喜你啊！总算哦做主厨了咩？平安水条吼，做应该做主厨的啦。这是超过吼，唔晓得用人啦。你就说我们的乖孩吼，离开御花园，难怪发展。错啦，以晚吼过去手剪食堂，还想吃饭啊？好啊，有闲哦，我要过去啦。若是希望吼，真年做过来看一下啦。遐做这个观念吼，那头摆已经无中用的啦。你就弥漫的叫咪，无听说不差。不过你就会装潢、吹蛋、服务，还迄来头摆中用啊，总有可能老女生年年中用啊。若是阮建议你啦，你是莫想听多。唔会啦，什么人讲很多呢？给，我先做了，以晚吼过去买，我一定想吃饭。好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错啦，家俊，你礼拜有冇去度蜜月啊？那啦，东姑讲唔是啦，老几钱哦，存下来啦。好，钱存下来哦。想唔到你家俊了下真是系贤妻良母呢。真唔咩咧？那老几讲吼，把几钱存下来，安尼存来以后咧，那做到100年，还可以半年1年。好想法嗬。欢迎你来了啊！阿姐，来。喂哦，今日
有买很多，去阮那森林面冇买。唔要紧啦，阿舅平常买惯了咩？基本哦，一冇注意哦，就还在买很多啊。因为，佮辛苦的数钱石头，我印象中伊也都不卡生理哦。加减。那按照吼，都查吼，要家家堂拢人摕讲几家餐堂，不过佮就讲几家餐堂的料理吼，迄模样就弥漫了好食，不过佮就个装潢吼，确实比遐就弥漫了较好，所以请人客的时候都记得请吼，较有面子呢。不过，我感觉吼，要是表面听听啦，一间餐堂最主要的吼，系了东西的食材，香港每套会做好长错啊。迄安尼讲无唔错啦，不过吼，那以前迄都公关公司做的啊，所以咧，那伫去宣传啊，还有个表面功夫是重要的。以下吼，伫咧实的人吼，无几多找啦，做表面的人吼较多呢。应该哦，要让阿梅看一下嘞。弥漫了，真叫一怪嘞。这是我们餐厅所招待的甜点哦，请慢用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谢谢。不客气。哦，这么可爱，我怎么舍得吃啊？妈妈吃边边好了。比起来还是阿珍姐做的好吃哎，菜也是美满楼的比较有味道。不过这里的服务生态度好，整间餐厅的气氛不错，舒服又宽敞。还有这个免费招待的点心，难怪哦，生意这么好。我一定要跟嘎子建议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如果让他知道我来首选食堂吃饭，哦，他一定会很生气耶。哎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啦？哇，对呀哈，记得还蛮黑困哦，还按多给你哈。欢迎光临，你是谁啊？啊，就已經6點人咧，唔對，係咪黑困啊？哦，你喺延伸翻時間喺外天啦，仲愛服務喊兩言客啊？嚟，你都坐，呢3件哈。係。嚟，喺呢坐。啊。坐一下，我一唱紅神來。啊，好。歡迎光臨哈，一陣我哋點菜單哦，嚇，請看哈。阿爺，真見來啊！當然啦，你到廿邊哦，我跳來捧場咩？既然一樣哦，呢邊阿好嘅做得一場新下嘅。真嘅啊！哎呦，排泄啦！喂啦！安尼哦，我今日跳起身，你做個招牌菜。冇問題啊，既然得嗌啊，哦，啲菜睇得出來。啊，我看一下啦。啊好，等一下。怪，焦大姐怎么会来这里啊？看起来跟这里的主厨还蛮熟的哎。哎，大家。小陳，什麼啊？喊親朋友來點咩捧場啊？哦，嘅哦，喺面晚嚟去太妹啊，最後人講頭擺人叫我做這個咧啊。哦，佢有冇這裡嚟食飯咯？係呢3件呢？聽講哦，人點開幕嘢話。面晚了成日啊，真經賺動到啊！佢哋起假嘢啊，頭擺有離開面晚了，都要人做些，無定做，佢啊有啲大人點唔會出。
你系东坡肉啊？什么啊？哇，看起来真面都好食嘅样嘅呢。只是看哪里啊？我喺呢件传堂嘅头家，我到李冠英。啊，你手机你好，我喺去加油。哎，叫我坐啦。哦，谢谢。我同小陈讲，弥漫流係有冇卡啊？係啊。哇，佢用按有名嘅老店嘅頭家來呢帶邊食飯，我一定要好好搶指教一下哦。我不敢啦，不過我剛好有看你嘅菜單啦，我知道你嘅菜色動貼片呢。韓國以前唔係就單槍賣傳統嘅客家菜聽見啫嘛？其實我爸爸係客家人，媽媽係上海人，古時候你傳統賣嘅菜就像我用嘅，係愛腦殼。愛腦殼，會寫兒啊！不過我知道你嘅個菜啊，真係都有特色。其實上海菜同客家菜有個共同點，就係鹹香熱味。不過上海菜其下注重嘅係濃油赤醬、蔥糖鹽色。你看，古時候咧，呢個上海菜比客家菜就有賣香啊！你看你啊，東坡肉、老娘不開風肉，有乜個正常冇？講起來，氣沖啊！還有啊，我哋嗰邊啊，還有賣嘅葱油雞。我用嘅個醬料啊，嗬，咪係用呢客家嘅雞醬。按個雞肉嘅做法，我就用上海菜嘅做法來做。按用雞肉啊，嗬，就會很嫩，咪很順口。我知道你有傳統啊，唔單止菜色動貼片，還有一個中風啊，還有父母啊，喺半年後啊，吃到你阿 V 發一嘅錢哦，都有價值。什麼啊？其實我有一個想法，我想要請讓我嘅傳統做太廚。但是你剛剛講，我想啊，假使係做一定願意讓我傳統做太廚嘅話，我傳統嘅生意一定會比你還要好。李小姐，你講笑了吧？我講嘅係正經嘅，我咁多年代表開傳統，當然要打探過嘅。彌漫了20年嘅老招牌，都沒有你提起夢魘唔啲嘅。你今年又慢慢年紀也大嘅，做下事一天全部搞不穩嗬。不過彌漫了嘅味道，還能保持原來嘅水準，到你也代表就最看得出來，唔正經有得到人媽媽嘅心意哦。嘉兒大姐，我們走。你，我告訴你，嘉兒大姐是不可能背叛美滿樓的啦！你最好趁早死心啊！休想打什麼鬼主意！哎呀，你都可以亂講買啊！許小姐，唔知靠你看哪咧？本來嘅機會，我本去改一個機會。快走，快走了！哎呀，水迷啊，你都。水迷呀！你都去做埋哈？按你離開懂我禮貌呢？那你又在這裡幹嘛？幹嘛跟店員那麼熟啊？你該不會想要背叛美滿樓吧？背叛美滿樓？哼，你太會想了吧？可是我剛明明聽到那個老闆說要你去他們餐廳當什麼主廚的啊？你有談到我會答應你哦？沒有啊。哎，不對不對，那是因為我把你拉出來，你還來不及答應。我唔會攞你講了啦，我轉去煮飯，唔會攞你。你不能走啦！要講清楚才可以走啊，要不然我要怎麼跟嘎子還有瓦克交代？你哦，唔會亂講話，唔就冇事嘞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們交換條件，我啊不會跟別人說我在這裡遇到你，那你也要答應我，不可以跟嘎子還有瓦克說我來首選食堂吃飯。我又唔驚聽你爹爹講，我來亞比吃飯的呀。啊，太記，你不要這樣啦，拜託啦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冇去講好冇？好，可以。我做得行了沒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係講啊。有限來
不卡吃饭啦。哦，吃饭了，好，我去了。拜拜。慢用啊哈！哎，你给炒有吃惯吗？以后是啦，娘炒也以后是的，不过以后是啦，去书县的食堂长以后是的。娘子吼，我伊给到来做主厨，唔对冇？佢聽吼冇講。我冇通佢講啊，不過應該唔慳你啦。你就先慢用哈，炒以後就來哈。我面出出的咯，跟以後會變黑仔那你做對了。做對。做得好。啊，不要，牙抽哈，牙抽。來抽，不得了，上來。太子啊，下晝休課嘅時間，我有話要同你講。最後佢嘅時間要快留結果。阿珍姐啊，你哋太子奶冇啊？難啲誒。假使我前面太子哦，佢嗰張最一定係很跳慢嘅。叫講幾多姨奶冇啊？冇啊。咁我係出去行行天啊，我看秋坤啊，佢就喺翻個身體唔好嘅事情呢。幾位是兩件事情，我看哦，佢係心虛，畏罪潛逃。哪個意思啊？嘎子，大家都在啊！阿珍姐、小莲，我们去看電影。冇啦，我冇心情去看了。啊？怎麼了？你心情不好哦？我要你講哦。我們出去說，快，改啊！是啊，做乜噶？你那個考試，一看書啊，一定拿了就回來啦。唔是一假惺惺的，以後你蠻了還會抠愛會一肩扛起，這樣唔會窮某人哦，只會臨陣脫逃，還以偷笑敵營。你都講咩啊？那你有就談唔識的，你講較清楚點呀。唔是騙人的啦，全部跟人就敵，只有你蠻了跟人唔敵啊。假子啊，你我對娘子講話冇禮貌啊！我媽媽啦，你蠻了全部唔禮貌意思啦啊？阿妹，太子哦又要離開米蠻了了呀，以後喺老你講沖繩一個首選食堂。我又唔是等佢講咯。假次啊，我問你係談乜嘢亂講嘅呀？前幾日下晝調嘅時間，你哪樣哈？我去首選食堂啊。係啊，我講，迄個做乜噶哈？我去看騙人哦，係用來做生意嘅呀。你是看哪幾條做個菜樣嘅呀？啊，你又買唔錯嘅喏。迄個吼，唔介意示範聽聽，用我改片嘅調羹用啊，還有煮來招待你哈。很搶伊嗰邊做事。假子講咁正經係正經嘅啦，不過完全就冇搶哦，佢講嘅用嘅哦。我一下啲啲啦，買嘅叫做人言可畏。你個人嚟做乜樣講法？你看到呀？啊？就係安尼啊，假使。那你嘅事你滿意冇啊？好啦，太子，莫個講嘅啦，我咩聽水咪講嘅啦，我咩啲哦，太子係一定唔會背叛米蠻了嘅，哦。
安尼做得去图书的嘛？哎，你哦，闽南了，哎，可你一肩扛起呢。哦，我要学到。阿妹，咁唔同人睇指揮是你，都係晒嚟就重要。哎呦，台姐啊，歹势啦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嘛，哎，唔会安尼啦。真嘅？好啦，我哦就原谅你啦。你哦，迄个夜班嘅考试哦，考坏脱了哦，哼，我就会捞你更高多哦，你会惊死哦。是刘备太乙，小女子告退。走，你都输了，我干嘛？嘉呀，你俾艺术先生堂，佢做咁好事啊？讲正经嘅啦，我喺知道讲哦，佢哋嘅状况还有父母哦，讲起上係一流嘅。不过我知道凊好嘅地方就係讲，佢哋做嘅客家菜哦，係用創新嘅想法去做嘅。你下嘅反應哦，正經以後呢？客家菜用改變創新哦。青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遙遠的人，初戀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將起，如是故人須讓去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的笑聲無言又撫萍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，山歌一曲能唱多。